跟翻嗰個圖解呢，我哋整達摩嘅面。達摩嘅面呢，用肉色嘅線。首先我哋開針，呢個係第一個鎖針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哋有7個鎖針。然後我哋用片織嘅方法去整達摩嘅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哋喺第6個鎖針開始勾。呢個有 Y 字形，我哋攞其中一條線，做一個短針，再同一個位再加多個短針，然後下一個針位再用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下一個針位係呢個。睇返個圖解，呢兩個叫加針，跟住有4個 X， 1、2、3、4，各自每一個針位有一個短針。呢兩個針位係加針，然後有1、2、3、4，4個短針。最後一個鎖針，即係呢個，我哋織3個短針喺呢一個針位度。1、2、3，嗰條尾我哋要包埋呢條尾一齊勾織，所以要撳住條尾，勾下一行。呢個針位係我哋啱啱最尾嘅 X， 喺呢度穿入去，線尾喺個勾上面，拉出，要包埋呢條線尾。我哋嚟多次，下一個針位係呢個，兩條線中間，
埋線頭。最尾呢個針位，即係頭先啱啱開始有一個加針，同一個位置有兩個短針，我哋喺呢度再勾過一個短針。你見到有黑色點點呢？呢個針係叫引拔針，即係話我哋第一行已經完成咗，所以呢，用引拔嘅方式去結束第一行，勾出你啱啱第一針，第一行嘅第一針，連埋最尾個針，勾出。我哋嚟多次，呢個係最尾嘅一個短針，同第一行第一個針位 V 字穿入去，攞一線，一次過勾出嚟。呢個就叫引拔針，即係圖入邊黑色一點作為標記。完成咗第一行，我哋就係第二行啦。第二行一開始，我哋用鎖針勾一個圈出嚟，然後第一行第一個針位就係呢個，要加針，所以喺呢個針位度有兩個短針喺入邊。跟住，我哋有6個 X，每一個針位一個短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6。然後下一個針位加針，同一個針位有兩個短針，
下一個針位都係加針，然後有4個 X，即係每一個針位一個短針，一個穿過 V 字勾出，兩個，第三，第四，去到最尾呢個針位，我哋用加針，然後就完咗第二行啦。完咗第二行呢，有一點黑色叫引拔針，所以喺呢一個第二行第一個針位穿入去，攞線同原先個針位一齊勾出，咁就完咗達摩嘅面啦。你會見到頭先我哋包咗最尾嘅線頭入去，我哋撳實線頭最尾嘅地方，拉緊少少，你會見到呢個窿會細啲嘅。之後我哋會剪返啱啱開始包線嘅線頭，貼緊，然後我哋呢就留線尾去聯達摩。我多數呢都會咁樣捲一個圈、兩個圈、三個圈、四個圈，預鬆少少去聯。咁呢個圈點算呢？我哋將佢拉出嚟，咁就完成啦。